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信给蒋介石，极机密，说阁下7月19号的内载阁下致史达林委员长的电文信息，我收到了。余请阁下，我请你执行雅尔达协定，但我美国总统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你怎么让步呢？宗主权还是中国的。当时雅尔达协定，美国总统出卖了中国，也只是说维持现状。现状是外蒙古被苏联控制，可是宗主权还属于中国的。这是我美国当时的跟苏联的谈判的底价。现在我美国总统向你抗议啊，你怎么阁下怎么超过了该协定的让步？你怎么让多了呢？有句民歌啊，三轮车都是老太太啊，都是三轮车上的老太太啊，要5毛给1块，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过去有个儿歌，老太太有钱，最后车夫给钱，多少钱？5毛钱，哎，给1块钱。这美国总统向你蒋介石抗议就是这样子，那么要5毛给1块啊！我们只同意呈维持现状，外蒙古维持现状，怎么让你把外蒙古整个卖掉了，连宗主权都卖掉了？这是后来的做驻美大使的顾维钧。顾维钧他手下非常勤快，他晚年出了一本顾维钧的回忆录。他谈到英国的外相叫埃登啊，这埃登是个漂亮的人，美男子啊，漂亮的人。埃登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啊？说你们在苏联怎么谈判的啊？跟苏联谈判中苏友好条约，怎么谈了半天，把外蒙古整个都给卖掉了？问他怎么回事？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下贱呢？怎么回事啊？啊，看到没？后来顾维钧回忆录说，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做得向俄国做出了超过需要以外的许多让步不可。为什么做这种让步？他不了解啊。他说，即使从英国的观点，英国的外交部长啊埃登看来啊，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啊。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说，也持有这样的看法。这是他们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5国外长会议时的对我说的话，当面对顾维钧说的话。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外蒙古。我自己呢，我虽然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这个问题一些进一步的证实了埃登，英国外相埃登对我所说的话是有理由的，就是英国、美国都清清楚楚知道，在雅尔达会议的时候，我们出卖了中国，没有出卖那么多。等到你苏联跟中国正式谈判的时候，办手续的时候，你中国小费加1，杠上开花，三轮车上老太太要5毛给1块，什么意思嘛？蒋介石怎么这么下贱呢？卖国贼，蒋介石不是吗？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苏联骗蒋介石，说我是承认你啊是唯一的政府，我认为共产党不会惩于中国，你要我支持你，不支持共产党，你就要答应我的条件。蒋介石就答应了，看到没有？为了苏联不帮助共产党，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就答应了。当时斯大林判断，
你蒋介石的军队2、300万的军队，有飞机，有大炮，有军舰，有现代的武器，有机械化的装备。毛泽东共产党只有一点烂枪，他们打不过你，所以斯大林觉得出卖共产党，我拿到外蒙古，还是支持蒋介石。现在从很多文件里面我们看到了，苏联反对共产党打过长江，赞成中国隔江而治，江北呢归共产党来治理，江南呢还给蒋介石来治理。中国共产党了不起的，不听你苏联这一套，继续打下去，把蒋介石打到台湾来。所以蒋介石2、300万军队，在2、3年之间就会打得烟消云散，给打到台湾来。这种妙事，连斯大林都判断的不准确，都觉得你怎么垮台垮得这么快啊？怎么可能这么快啊？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判断是正确的，蒋介石会被摧枯拉朽的被赶走。可是这个真相，最后大家付了代价，就是大于台湾44倍的外蒙古，从此不属于中国了。李敖语妙天下，大家看这张凄惨的照片。中国的外交部长王世杰，俄国的、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中间是中国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他们到莫斯科来出卖外蒙古，最后外蒙古被出卖了。我后来查这些历史，把这真相都挖出来，我写了文章。那个时候，这个外交部长王世杰已经下台了，做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后来在日记里面骂我，他的日记里说有李敖者，你看见没有啊？这段话都是骂我的话。可是他承认，他没有把这段历史真相把它写出来。他为什么写不出来？因为写出来以后呢，就证明了他跟他的主子，就是王世杰跟他的主子蒋介石，你们是一群卖国贼，中国就这样子被你们卖掉了。我当时的文章写得很犀利，我说你们不能跟苏联订约啊，因为苏联不守约啊。我李敖的历史这么好，大家看看我那个表，就证明了这个苏联他跟人家订的外交的条约，这么多的约都没有一个守的，这么多的历史记录证明他不守约，你怎么相信苏联的话呢？你怎么用卖掉外蒙古的代价来换取苏联的承诺呢？你们这混蛋嘛，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后来蒋介石这一点我还赞美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谈话里面承认了，他说当年我们跟苏联签这个中苏友好条约，出卖外蒙古是一种很天真的错误。蒋介石承认了，可是来不及了，大于台湾44倍的外蒙古从此离开了中国。所以我的历史跟别人历史讲法不一样，别人就是赞美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以后收回了台湾。我的历史是说，你收回了台湾，我承认呢，可是你丢掉了比台湾大44倍的外蒙古，不是你这个王八蛋干的事情吗？后来擦屁股擦得了吗？我们看看最后当毛泽东统一了中国，跟斯大林见面的时候，当时那个毛泽东的俄文的翻译叫做施哲，施哲写的《我的一生》，就开始施哲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本书叫做《中苏关系见证录》，就谈到了史大林与毛泽东的谈话，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资料里面都出现了啊，一个也出现了啊。最后，即使毛泽东，即使周恩来，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面对了外蒙古的问题，都无能为力。
要不回来了。直到今天，60年下来，比台湾大44倍的外蒙古，就被卖国贼蒋介石跟他的走狗卖国贼宋子文跟他们的走狗卖国贼王世杰卖掉了。